大家好，我係 HR Dynamics 嘅數碼記者，今日帶嚟香港人力資源界最新嘅見解俾大家。今集我會用大約5分鐘，重點講解今個星期主要嘅人力資源新聞，並且實用分析呢啲發展點樣影響日常管理同埋業務策略，從 HR 角度出發。首先，勞工處已經正式加強執行加強補充勞工計劃 ESLS， 確保本地工人有優先權。由而家開始，飲食業嘅僱主必須確保每請一個外來勞工，就要有至少2個本地全職員工。勞工處亦都會將本地招聘期延長至6星期，並要求僱主參加招聘會，先至可以批核外籍員工申請。對於人力資源團隊嚟講，呢個即係話請跨境員工之前，要花更多時間同埋準備多啲文件。另外，仲有一個新嘅網上投訴渠道，俾懷疑被取代嘅本地工人用。所以，人力資源部應該審查現時嘅員工比例，確保記錄準確，並且要訓練管理層，教佢哋點樣專業嘅回應投訴。呢個新嘅合規框架，反映政府越嚟越重視本地就業同公平機會，特別係為咗10月20號嘅巡查行動做準備。跟住，積金局就發出咗正式警告，只有強積金提早提取個案涉及偽造文件，呢個對僱主嚟講係一個重大關注。自從5月取消咗對沖安排之後，2025年第3季詐騙申請上升咗20%，顯示出一個重大挑戰。當局而家正調查15個涉及可疑個案嘅強積金計劃，凸顯問題嘅嚴重性。對僱主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及時嘅提醒，一定要用數碼方式核實所有提取文件，並且要清楚同員工講明，偽造文件係嚴重罪行。人力資源主管都應該同受託人協調，檢視最近嘅提取申請，並加強數據私隱保護措施，特別係隨住 eMPF 平台擴展。同時，勞工處舉辦咗一個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合規嘅大型網上研討會，提供咗重要指引。研討會釐清咗遣散費過渡安排，亦提供咗資助詳情，幫助僱主應對系統升級。超過5000位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參加，反映出呢個議題嘅唔同行業都好重要，凸顯其廣泛影響。如果你公司錯過咗，都仲可以攞返存檔版本同下載官方範本，確保唔會落後。最重要嘅重點係咩？要檢視所有2025年前簽訂嘅合約，分清楚可對沖同不可對沖嘅福利。人力資源部門亦都應該預早規劃預算影響，並喺12月截止前申請資助，減輕財政壓力。今個星期另一個重大消息就係嚟自平等機會委員會，平機會發佈咗有關使用 AI 工具同招聘嘅指引草稿，防止偏見同歧視。草稿要求用 AI 做招聘，例如篩選履歷或者視像面試嘅公司，要進行偏見審查，並公開 AI 決策嘅方式。呢個做法同性別歧視條例同埋最新國際 AI 標準接軌，確保公平性有全面保障。對於擁抱自動化嘅人力資源主管，依家就係時候檢視你嘅 AI 供應商，準備諮詢意見，並訓練招聘團隊，確保公平、透明同合規。最後，香港科技行業持續放緩，影響咗就業機會。第3季有超過1200個科技職位被裁減，按年上升15%，反映市場環境艱難。大部分裁員都嚟自美國總部公司，分析師預計到年底仲有多達5000個職位會被裁，顯示行業進一步收縮。雖然呢啲消息聽落有冇令人灰心，但其實都存在機會。裁員釋放咗一批中層人才，本地僱主可以利用呢個機會，以更具成本效益嘅方式招聘。人力資源專業人士應該同時加強關鍵科技員工嘅留任計劃，並提供職業發展選擇，以維持士氣。由加強電子強積金執法、強積金合規變動，到人工智能道德同科技人才趨勢轉變，呢啲最新動向都顯示香港人力資源越嚟越有策略性、數據導向同以人為本。HR Dynamics 係一間專業人力資源公司，除咗為公司提供招聘、獵頭、培訓同各類人力資源管理方案之外，我哋仲有為在職人士提供職涯規劃服務，提升職場競爭力。如果你需要我哋嘅服務，或者想要今個星期分析嘅書面報告，歡迎電郵去dc@hrdhk.com。
多謝收聽，祝大家一切順利，生意穩步發展，員工開心又安全。最後記住要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分享啊！你嘅支持可以幫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有價值嘅見解。下個星期再見，帶俾你更多重要嘅人力資源資訊。